再来看宜兰的罗东有一个乡亲是甲死神来烧闪身，伊骑机车骑到一个路口，迄个车红灯竟然是规组安尼上落来。好你家在，当时伊拄好看到对向的标志变红灯，减速甲机车动落来，才逃过一劫。查甫人看骑到巷仔口，想到后一秒，车红灯煞熊跌落来，隔日力真大力，残骸碎片飞出去，交通号志变作是暗记，互骑机车的民众拢惊一条。直到对向灯号变作是青灯，才继续骑。就是有一台机车到那个位置的时候，你看那影子，没风没鸟，然后车子都没经过嘛，就掉下来这样子。对。换另外一个角度，搁看一摆，灯号变红灯的时，灯箱熊落落来。加在骑机车的民众当时看到红灯有减速，若无车顶就骑，恐惊地发生意外。当着嘛会爆，你顶头的嘛无大声，我加在无人，伊无拢地死。代志就发生伫咧昨日下午10点多，宜兰罗东夜市附近的民权路和中正路口，才算是人真济闹热的所在。事后1点钟内就修理好势，实际等来到现场已经装好新的车红灯。那我们去现场勘查之后啊，发现那个是老旧的灯箱，它是属于 PC 的材质那有脆化的情况。因为灯做过去才脆化落去，县政府交通处卖赶紧将 PC 的材质换作是阿鲁米。不过几条路险啊扣结着，恐惊嘛是要赶紧全面清查灯箱的材质做检修，才能互民众一个安心的用路环境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